我今天就要来跟你们分享台神的第一位院长马偕博士，他是加拿大的第一位海外宣教士啊！我刚开始说过，去年是我们庆祝150周年。你知道我的母会是淡水长老教会，就是马偕登陆的淡水设立的第一间的教会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在淡水长老教会长大，常常听马偕。我在他的街艺馆，小时候在他那边练钢琴。马偕这个名字对我是一个非常熟悉。之后我大学毕业去台神读书，他是我们神学院的第一任院长。现在我在台神教书，担任校长一职，所以我一直有个心愿，这辈子一定要去马偕的故居看看。所以去年我就完成了这样的心愿。我人生第一次到加拿大，就是去马偕的故居。马偕其实他的家乡是一个很小的叫 Zora 佐拉村佐拉乡。我去到他从小生长的地方，他屋主已经不是马偕的后代，但是在门口你会看到一个纪念碑，说马偕曾经在那里生活过。你很难想象21世纪的今天，马偕的老家还是在一个非常偏僻、鸟不生蛋的地方。马偕的父母并不是什么很有背景、很有钱的，都是做残郎、农夫。马偕是一个农家子弟。当我走在这样的一个乡村小径的时候，我心里一直在问一个问题：一个从小在这个偏乡长大的农家子弟，怎么这么勇敢啊？勇敢到走出小小的佐拉乡，居然来到台湾，成为宣教师，是什么力量让他这么勇敢？我也去拜访，这是马偕的母会叫老木屋教会。顾名思义，当初真的是用木板造成的，但是这间教会后来搬到市区，我待会会讲，已经不在这里，但是他放了一个很小的模型来纪念说，老木屋教会马偕从小长大的母会就在这里。我也去拜访这个火车站，叫乌斯达火车站，已经没有用了，你看非常老旧，但是这个火车站很有意义。为什么？1871年10月19日，马偕刚从神学院毕业1年多，27岁啊！你可以想象吗？在座有27岁的人吗？好年轻啊！27岁的马偕已经立定心志要来台湾当宣教师。我每一次读到传记作家在描述那天在火车站的故事，都让我好感动。他是怎么写的？他说马偕在这个火车站跟他的家人、父母亲人、朋友道别，每个人的心都很沉重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次离别之后，不知道何时可以再相见，甚至他们没有把握会不会再看到马偕。你要知道，19世纪搭船是很危险的。传记作家继续说到，他说：“火车已经来，火车已经时间到要开了，但是火车的站长看到马偕跟他的家人拥抱哭泣不舍，站长都不忍心催马偕赶快上火车。2个礼拜后，马偕所搭的船来到美国的旧金山湾。有一天，他站在甲板上，看着浩瀚的太平洋，非常想念他的父母，非常想念他的家乡。他开始问，他问说：“我难道永远都回不了我的故乡了吗？”他继续问，他说：“我这么年轻，我的生命经得起未来这么可怕的考验吗？”当他一直问到最后，问了一个非常重要、终极的问题。马偕问说：“我今天这个决定是一个错误吗？”然而，当马偕这样想的时候，他也同时想到在海洋的另一端，那个亚洲异教的世界，他想到还有那么多的亚洲人没有听到福音啊。2个月后，马偕所搭的船渡过台湾海峡来到台湾。其实来到台湾不是马偕原本的计划，马偕本来是要去印度当宣教师，甚至开始学印度文。
但是上帝差他来台湾，马偕完全顺服。马偕在他的日记怎么写？他说：“好像有一条隐形的线，一路引我到这个美丽的岛佛摩萨去啊。”1872年3月9日，马偕来到了淡水，来到台湾宣教。马偕承认说，宣教好辛苦，这个辛苦是当初他离开加拿大从来没有想到的。你知道马偕好几次差点死，他得疟疾，得各种当时的病，甚至去宣教的时候，他讲到一个故事让我好感动。带着学生去爬山，突然一阵云雾，看不到前面的路，他们只好站在那里等啊。但是当云雾后来被风吹散之后，马偕突然惊觉到，再往前踏一步，他就跌到山崖下去了。他去经历到说，上帝的护理怎么这么样的奇妙，是他难以想象的。马偕好几次宣教，民众攻击他，泼粪、丢石头，不仅他自己要面对逼迫，当时的信徒教会也一样。各位，你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礼拜天可以很平安的从你家出门来教会做礼拜，我们都以为这是理所当然。你可以想象，早期长老教会的宣教史，信徒为了来教会做礼拜，是要面对羞辱、谩骂，甚至有人因此而殉道而死吗？你可以想象台湾走过那一段吗？在清法战争的时候，清朝政府怀疑说，就是你们这群基督徒外来的才会引外国人军队来到台湾，开始做什么？开始逼迫教会啊，逼迫基督徒，开始拆礼拜堂。各位，我们以为说拆礼拜堂是对岸中国才会发生的事，你可能难以想象，台湾也经过那一段礼拜堂被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台北中会的，台北中会是最多马偕当时设立的教会，比较几间大间的教会，你可能听过，就是曾经被拆又建的蒙甲教会、新店教会、松山教会。在已经被拆毁的礼拜堂夷为平地的废墟当中，你猜马偕做什么？带着他的学生，带着信徒，勇敢的唱“我认救主无惊更小”。这首诗歌成为当时马偕每次要带学生出去传福音，学生惊到要嗨，惊到要死，马偕就教他们唱这首歌。你们会唱吗？台语诗歌。我请后面郑牧师帮我唱一段来。我只求主无惊更小。就是这样。郑牧迪牧师是我淡水教会带过的儿童主日学学生，他现在已经当牧师，几年前从我们的神学院毕业。今天他们休假，跟牧师，他的师母也是牧师，一起来你们教会做礼拜。他不知道我在这里，我们刚才看到吓一跳。他们越唱，民众听了越生气，用石头丢他们。马偕怎么说？马偕说，这种逼迫的手段是仇敌想出来的新花招吗？他说，绝非如此。他们能够顺利推翻耶稣基督的国度吗？他们不曾如愿，也做不到，因为没有能力。为什么？马偕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属耶稣基督了。哇！你看到台湾早期的教会，就像《使徒行传》一样，越逼迫，福音越广传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都是蒙福，蒙这些信仰先辈用他们的生命所流的血，我们今天才能够坐在这里。马偕跟他的门徒，早期的信徒，继续在写《使徒行传》的故事，就是
勇敢宣讲上帝国的道，没有人可以禁止啊。我们常谈马偕，我要来介绍他母会的牧师，其实对他影响很深。马坚志牧师，他是苏格兰人，领受呼召到马偕的教会当牧师，一辈子就牧一间教会37年。他37年当中培育了38位宣教师跟传道人，马偕只是38位当中的一位啊！你知道，你读这段历史你会很震惊。马偕是活在什么样的处境？他青少年的时候，教会一群人一直等着长大，长大做什么？要赶快去读神学院当牧师，因为他们是被母会的牧师马坚志牧师所影响。他看到自己母会的牧师这种生命的样式，一群年轻人好想当牧师，认为当牧师是这辈子最荣耀的呼召啊！你知道马坚志牧师一生献给基督的教会，一直服侍到74年，74岁才过世。请问74岁哪一年？1872年。你看到这个年会不会很感动？他退休，谁接棒啊？马偕已经在接棒，而且是把这个棒子接到哪里？台湾。1872年，马偕这位曾经怀疑自己的决定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年轻宣教师，没有想到居然在台湾宣教将近30年。马偕活得不长，28岁抵达台湾，57岁就过世。我今年53，虽然我看起来比较年轻，但是我每次都在提醒自己，每次讲马偕的故事，也在提醒我自己：生命不可预期，但是生命不在长短。马偕57岁，但是他的一生，就像他自己的座右铭说：“宁愿烧尽，不愿朽坏。”将他的一生献给了台湾，娶台湾老婆，娶台湾太太，最后死在台湾，葬在台湾。他在不到30年的宣教，建立了60间的教会，带领3000人信主，包括设立台湾神学院。马偕要过世前6年，写他的回忆录。这个回忆录写到最后一章的时候，你读起来，你会感觉好像就在读《使徒行传》故事的结局，很类似啊。他最后怎么说？马偕说：“故事到此只讲了一半，这些章节只是一部分而已。今天、明天我都没有办法把故事写完。The stories keep going， 真正的故事才要刚开始。”我今天的讲道题目是从马偕回忆录得到的灵感。他的回忆录原本是用英文写的 ，Stories keep going。马偕说，那些尚未补全的部分，就是上帝这本书中尚未有人读过的章节啊。谁来写？之后的教会信徒，你我要来写这本故事书啊。马偕的那一章结束了。但是，就像约翰福音说的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；但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马偕有没有接帮人？马偕很早就过世，他没有想到自己会那么年轻就过世。但是他的那一章结束，他的接班人是谁？吴威廉。吴威廉怎么跑出来的？吴威廉也是加拿大人。马偕第一次回国述职，你知道宣教师都要回国述职，母会要听你在海外宣教的事工。马偕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回国述职？1880年，加拿大长老教会母会一直叫他回来，他不回去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现在要我离开台湾，比我当时要离开加拿大还要难。”他已经把台湾当作他的家了。他说：“你现在要我离开台湾？”他一直找理由，好不容易8年后第一次回国述职。
他第一次回国述职，在分享在台湾宣教的时候，吴威廉19岁年轻人就坐在台下，听得好感动，决志说他也要当海外宣教师。真的，12年后31岁刚结婚，就带着他的牧师娘，你知道他们度蜜月是什么？搭船来台湾做宣教，这是他们的蜜月啊，不是去哪里玩，而是搭船来台湾做宣教。接棒，我今天要用这个大队接力的棒子，带着你们来反思。那你可能会很想知道，马街的母会曾经这么复兴的教会，37年出了38位宣教师传道人，今天怎么了？我也去年去看了这间教会，劳木屋教会后来搬到市区 Ambro， 建了一间非常漂亮的礼拜堂。教会在建堂30年的时候，设教30年，献了这一座很漂亮的礼拜堂。你进去看的时候，非常的大，很像你们这样，但是规模是更大的，2层楼，总共可以坐500-600人。你就可以想象当时教会是如何的复兴，而且他们的意向啊。我看的时候非常的感动。你如果看这个礼拜堂的设计，那个工匠之美啊，哇，好漂亮！你不要忘了，这间礼拜堂大多数都是农夫哎。你可以想象，在19世纪，可以说一群的信徒把他们最好的、尽所能的都献给神，而献了一间这么漂亮的礼拜堂。但是那天我去做礼拜的时候，教会已经在地下室做礼拜。你数数这些椅子有多少？不到20个，而且都是老人，人数这么少，不用去用到500-600人的这么漂亮的礼拜堂。而那天不到20人聚会，都是老人，最年轻的是哪一位？司琴那一位，50多岁。我那天坐在那里做礼拜的时候，我的心好痛啊，我的心好难过啊。我一直在问，一间曾经这么复兴的教会发生什么事？今天怎么变成这样？我也去到另外一间教会，这间教会很有历史意义。为什么？马街第一次回国述职，已经准备回台湾的时候，当地的基督徒为他在这间教会办了一场欢送会。当天晚上，马街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，就是很像今天这样，他为神学院募款。马街那时候已经看到，台湾宣教如果真正要成功，不能一直靠外国的宣教师，要栽培本地的台湾传道人。有没有道理？有哦。他说，台湾人懂得文化，懂得语言，懂得风俗民情，他们来跟自己的台湾人传福音，是比宣教师更有力量的。所以呢，马街已经看到一个愿景，一定要建一所神学院，培育台湾的传道人。当天，当地的居民叫牛津郡，奉献了加币6200多块，马街就是把这笔钱带回台湾，在淡水的真理大学。你今天如果去真理大学，有看到一个牛津学堂。牛津不是英国的 Oxford， 是纪念加拿大这个牛津郡所有的基督徒奉献。这就是台湾神学院的前身啊！今天台神才会存在。但是这间礼拜堂我去的时候，我吓一跳啊！外面扛棒写什么 ？Business Complex。你进去看的时候，已经教堂关门了，不再当礼拜堂。你仅存的3间照片还可以，3张照片你还可以看到说过去曾经在这里做什么。最左边的这一个墙围起来，这道墙白墙当初走进去就是进到礼拜堂敬拜的地方，现在围起来，里面隔成一间一间的办公室在出租。你唯一还可以看到这个阁楼的楼梯，然后看到很简单的彩色玻璃。这让我想起10年前，我第一次到苏格兰去旅游。你知道苏格兰对台湾长老教会很重要，
南部宣教的第一位宣教师马雅各医师就是从苏格兰来的。你知道19世纪苏格兰的长老教会曾经复兴一时啊，才会派好多宣教师，马雅各医师就是当中的一位，到各地去当宣教师传福音。那一年10年前我去苏格兰的时候，这间礼拜堂好漂亮，好大，好大一间，彩色玻璃好美。但是你进去右边这2张照片好暗，你不知道它是什么。礼拜堂现在已经变成什么？夜店，气氛有够好的，在里面喝酒、吃饭、听音乐。我看了真的是有一种错字，说今天教会怎么被掳去了？被掳到巴比伦了，我怎么可以在异地之地唱耶和华的歌啊？而那次的旅游不是只有一间，我沿路跟着我先生看到好多教堂是这样，好漂亮。远远一看，近看是什么 ？For sale， 教堂在出售。你有兴趣可以来买。各位，教堂再怎么大，再怎么样的富丽堂皇，如果没有人，只是一个空壳子而已。重要的是人。我们不要以为教堂不会关门，我们不要以为教会一时的复兴是理所当然的，不会的。这是许多人付代价背十字架，基督的教会才能够继续的下去啊。今天加拿大长老教会的状况如何？10月底宗教改革纪念日的时候，加拿大神学院的一位院长来我们神学院演讲，给我2个事实。第一个，现在加拿大48%没有传道人的教会，你可以想象吗？将近一半的教会没有传道人。你问说蔡牧师为什么？因为牧师退休的速度很快，快到愿意来现身读神学院的速度比不上。教会没有传道人，他说好可怜，一群羊群没有牧者牧养，乱乱收，没有人教导，没有人讲道，没有人关顾啊。不但如此，他给我们另外一个事实：加拿大一些的神学院，因为来读书的人太少，为了经营神学院，只好怎么样？卖校地经营神学院。各位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会惊不？哎呀！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台南神学院、台湾神学院、玉山神学院无法经营下去，因为都是赤字，我们现在3间神学院都在赤字，来读的人也越来越少。请问，没有人来读书，哪需要神学院？如果有一天我们的长老教会3间神学院轮到必须要去卖校地经营的话，我好怕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在台湾长老教会。接棒，今天接待我们台湾长老教会，你我的手中，我们来看今天长老教会是怎么样的状况。我刚刚说过，现在在台湾基督徒比例不到5%，还要加上天主教哦。去年150周年的时候，有2个数据我要跟你们分享。长老教会在台湾现在是最大的教派，请问最大的教派，你知道我们的信徒有多少吗？号称26万，真正有在教会聚会的不到10万。所以各位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挑战你们，你们做幸福小组，不要只对非基督徒传福音。有1半以上的信徒从小是在教会，但是现在已经离开了，他们也是你们要继续去把这个羊找回来啊。1半以上是这样的长老教会的信徒。我是台北中会的，这个事实让我更惊讶。台北中会在过去不到10年，信徒减少将近3000位。台南中会如何？不知道夏牧师知不知道？我们的教室也一直在往下吗？你今天如果去长老教会走一圈，我比较有机会去看，有时候让我看了会惊啊！长老教会现在几乎老人老化，
年轻人不断的流失啊。更让我们担忧的是什么？优秀的年轻人不愿意献身啊！你让我从小可以听到老一辈的会说什么？家中如果最优秀的叫献给上帝，对吧？现在这种传统你已经不在长老教会听到了。在座我们有当爸爸妈妈的，有阿公阿嬷的。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女儿跟着你说：“爸妈，我要去读神学院。”你会跟他说：“哇，好棒，支持你，荣耀的呼召。”还是你会说：“啊，做不书，我出团。”你会鼓励赞成你的儿女要献身吗？我们的价值观已经不一样了。今天教会已经世俗化了。今日的教会就是明日的神学院，你认同这句话吗？因为神学院的学生，未来这群要当牧师的是从哪里来？从地方教会来。地方教会强，神学院就会强；地方教会弱，神学院强也强不起来。没有人来献身，神学院有一天可能也不需要存在啊。今日的教会就是明日的神学院。我们今天面对的处境是什么？台湾这块禾场要做的工实在好多，要收的庄稼实在好多，特别在后疫情时代，你有发现吗？特别在面对未来政局的不安定，你有发现吗？人心需要盼望，人心需要福音，要收的庄稼太多了，做工的人少。我最后给你一个数据，你知道未来长老教会10年内有多少牧师要退休吗？这是2019的数据，要再加4年。这个数据包括牧师早起讲，伊个无偌久嘛要退休啊。未来10年，430位的牧师，长老教会牧师要退休。请问你看到这个数字，你会惊吓吗？这代表什么？从现在开始，每年至少要有43位的弟兄姐妹愿意献身。我不久前去讲道，有人就挑战我：“蔡牧师，10万的信徒出43位那么难哦？”我说：“抱歉，真的好难啊。”今天长老教会信徒的价值观已经不一样了。我们听了都会大笑，10万的信徒出不到43位，这是事实。3间长老教会的神学院，台神、南神、玉神，现在加起来献身当牧师的，真的不到43位。我也好害怕，10年以后，台湾长老教会会不会跟我们的加拿大的教会一样，吹木木架啦，油滚乱乱熟啦，怎么传福音？所以我问一个问号。The story keep going. 阿们。今天这个棒子交在我们手中，我们要怎么的接棒？你回想小时候大队接力，大队接力最怕的是2种情况。第一个，接棒的时候掉棒子，对吧？然后捡起来怎么样？已经一段时间，青黄不接。第二个是什么？你一直跑，一直跑，结果发现后面都没有人来接啊！今天好多长老教会是这样的状况，神学院、教会、机构都是一样，老一辈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少年一辈没人起来接。今天这个棒子已经在你我的手中，台湾神学院很需要你们帮助，我们能够继续接棒。神学院在8年前进到教育部立案。好多人误解，我们得到教育部补助 ，no， 最多补助1年不到50万，但是1年的经费将近7000万，85%都是靠长老教会的信徒奉献，信徒不到10万的奉献支持3间神学院。我们期待的是什么？每一个献身，在这个时代甘愿做工人的人，来到这间神学院，我们好好的培育。我们期待
今日的神学院就是明日的教会。我们期待所要献身的弟兄姐妹来到这里，经过培育之后，成为神和神心意的工人，进到教会。传道人重不重要？重要啊！因为一个传道人所影响的就是一间教会。传道人优，信仰好，带领羊群教会走在神所喜悦当中。如果传道人出问题，教会一样也会受害，不是吗？今日的神学院就是明日的教会。马偕是一个很务实的人。如果我们说马偕精神代代传，马雅各的精神，这些宣教士身上都有个特质：信仰不是空谈，要拿出行动。信仰不是空谈，要拿出行动。所以各位，我要挑战你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，是过去的信仰先辈，他们付代价、流血、流生命，我们今天才能够承受台湾的福音，继续在台湾这块土地上。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今天你我也要种树，否则我们下一代怎么办？今天我要挑战你，特别在座有好多年轻的、社青的，你相信吗？上帝拯救你跟我绝对不是偶然，一生不是只有我蔡慈伦的故事，我的故事而已，不是。神拯救你、拯救我，有一个更大的心意。我们的个人故事是上帝故事这本书的一部分。神要透过你我的生命，在人生这么有限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能够成为与神同工，成为他人的祝福。我不知道这一两年来，你看到整个世界的局势的战争给你什么样的启示啊？当战争一来的时候，天灾一来的时候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何利益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你有没有深深的感受到整个时事在告诉你，世界的局势在告诉我们，要趁着白昼赶快做工，因为黑夜一到，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是的，要参与上帝国，我们必须要背十字架付代价。今天长老教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信徒？容许我这么说，长老教会资源很多，财产很多，人才济济，有钱人很多，有恩赐的人很多，但是今天长老教会真正需要的不是有恩赐的人，而是愿意付代价背十字架的人，愿意在这个时代甘愿做工人的人。参与上帝国势必要付代价。我最后要用马偕1895年马偕第二次回国述职，准备搭船回台湾。请问1895年让你想到什么？甲午战争之后签订马关条约，台湾割让给日本，成为日本殖民地。马偕在第二次回国述职的时候，没有想到战争爆发。马偕的3个孩子跟他的师母都在加拿大，孩子多大？13岁、15岁、16岁，都是青少年。如果今天是你带着3个青少年的孩子在加拿大，请问你要回台湾吗？你可能说哦，刚才我人没在台湾。马偕毅然决然带着他全家回台湾，为什么？马偕知道，当台湾割给日本当殖民地的时候，被殖民的台湾人最需要什么？最需要福音。换句话说，马偕是带着他全家用生命继续在写《使徒行传》的故事。1895年他开始写回忆录，不是他要为自己留名啊，不是是他加拿大的同工很怕说，马偕你这次回去万一3长2短怎么办？你在台湾的宣教没有人知道，才催他赶快写回忆录。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回忆录的，万一3长2短怎么办？马偕写回忆录写到最后是用一个祷告做结束，
而在这个祷告当中，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终末的盼望。他好像在说预言，其实他不知道，回到台湾之后6年他就过世，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死，他没有预备，但是神就那一章让他结束，但是他是看着一个盼望，好不好？我要用你们一起用这个祷告，也成为我们今天一同的祷告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来。让我们一起同声说：阿们。